捉龍者2026年收藏給全年運勢解釋騰雲駕霧、心境重塑的華麗轉身。捉龍者這一年對你而言絕非平淡無奇的歲月，而是一場心靈與現實交織的重塑之旅。你那深藏的龍族血脈將在平穩中尋求突破，在挑戰中淬煉真金。2026年沒有驚天動地的犯太歲，也沒有排山倒海的沖太歲，這反而為你創造了一個沉澱與積蓄的絕佳場域。請記住，運勢從來不是命定的劇本，而是你手握的羅盤。現在讓我們細細拆解這一年裏，你將如何駕馭這股不高不低、穩中求進的能量，完成你獨特的年度話。第一章上半年運勢，蓄勢待發，內觀自省的靜水深流，若立春至立秋，一事業與學業，穩住腳跟為長期目標打基礎。啟示：上半年是播種與深耕的季節，不宜急功近利。吉星8座為你帶來提升個人地位的機會，但同時受浮沉影響，事情的推進速度可能會比預期慢，甚至會有延宕或反覆的情況。上半年行動指南：一、深度規劃，將精力集中在一個或兩個長遠目標上，不要分散火力。那些需要細心策劃、紮實推進的項目，將在下半年開花結果。二、人際修復，雖然有貴人運，但捐泄空聲提醒你要注意口舌是非和無謂的爭吵。三、打工族，有升職或獲取權力的機遇，但讓你感覺升職會帶來更多的煩惱和壓力，反而要謹慎評估，有時不升好過升。二、財富運勢，正財穩定，謹防突發性開銷。啟示：捉龍者在上半年正財收入、工資固定經營，收入是穩定的基石。雖然不見得有突如其來的大筆旺財，但只要腳踏實地，收入不會讓你失望。上半年行動指南：一、守住財富，你的首要任務是守住比賺多更重要。流年有突發開銷的暗示，可能涉及家庭長輩的醫療、車輛或房屋的維修，或是人情往來上的突然支出。三、預留基金，建議撥出一筆緊急預留金，以應對這些無法預測的花費。這不是破財，而是資源的重新配置。四、投資策略，偏財運勢普通，不適合進行高風險短線的投機行為。若有投資，應以保守長線、自己熟悉的領域為主，尤其在金融、房地產等領域，憑藉你的大局觀，若能遇到可靠的合作夥伴，或有穩定的回報。三、情感與人際，波瀾不驚，內心世界的探索。啟示：上半年感情運勢相對平穩，沒有太多的戲劇性起伏。這是一個適合檢視自己與伴侶關係或單身者探索內心需求的時期。單身者桃花運並不顯赫，不必抱持過高的期望。農曆4月是流年桃花如氣尚存的月份，可以把握時機，積極社交。然而更重要的功課是療自己內在的孤單感，因為流年有寡獸星的影響，你可能會特別想獨處或感到被忽略。將重心放在自我成長，反而能吸引到對的人。有伴者是一個溫馨和睦的年份，由於太歲不合，夫妻之間不容易發生激烈爭吵。上半年可以一起規劃短途旅行，或進行一次深層次的長談，讓感情基礎更加穩固。小心處理因工作壓力而引發的情緒波動，避免將負面情緒帶回家中。四、健康與心靈，勞日結合，警惕疲勞與焦慮。啟示：健康運勢偏弱，尤其因為工作忙碌、應酬多，導致疲勞過度，睡眠不足是最大的隱患。血印空聲提醒你留意日常生活中的小意外。上半年行動指南：一、規律作息，確保充足的休息，避免長期熬夜。失眠或焦慮的情緒會影響工作效率，要正視身體發出的疲憊信號。二、意外預防，留意使用金屬利器，如廚房刀具，駕駛或從事戶外活動時的安全，可以透過傳統習俗，如在春季捐血洗牙來應驗血印的驗血之象，以求化解。三、心靈排毒，由於情緒容易焦慮，想獨處，這是你內心世界在尋求平衡，不要硬撐，透過冥想溫和的運動
如瑜伽、太極或找信任的朋友傾訴來釋放壓力。農曆4月若情緒低落，不妨到外地散心，轉換磁場。第2章下半年運勢，衝破浮沉地位名望的雙重提升。若立秋至年末，一事業與學業打破沉悶，乘勢而上。啟示：經過上半年的沉澱與調整，下半年浮沉帶來的燃蕩感將逐漸減弱，吉星8座的力量開始顯現，你的努力和才華將獲得認可，有機會獲得名聲和地位的提升。下半年行動指南：一、抓住時機，勇敢地去爭取表現的機會，不要再保持低調。年初制定的長遠計劃，現在是全力衝刺和驗收成果的時候。特別有利於那些需要公開露面、建立個人品牌或爭取晉升的捉龍者。二、貴人相助，社交活動將增多，貴人運旺盛，可能透過合作或社交互動獲得關鍵資源或高含金量的項目。保持謙遜，與人為善，將為你的事業進一步鋪路。三、挑戰與競爭，機會多的同時，競爭也會增強。你必須依靠實力說話，以周詳的行動計劃和踏實的執行力來取勝，避免半途而廢，錯失良機。二、財富運勢，收入加速，謹慎投資擴張。啟示：財運在下半年呈現上升趨勢，整體收入穩步增長，正財表現突出，有機會因職位提升或項目成功而獲得更高的薪酬回報。偏財運也會有零星的好轉。下半年行動指南：一、積極進取，努力拼搏，找住每一個提升自我價值和獲取回報的機會，你的努力將與收入成正比。二、偏財謹慎，雖然有因合作或投資帶來的進賬機會，但仍要控管風險。如果你選擇接觸金融、房地產等高含金量領域，務必保持冷靜和專業判斷，避免因自信膨脹而盲目擴大。三、資金分配，成功進賬後，別忘了做好資金分配，將部分收入轉化為穩定的資產，確保財富能更長久地累積。三、情感與人際，主動關懷，避免誤解。啟示：下半年情感生活依舊平穩，但人際關係需主動維繫，才能避免冷淡。寡獸的影響可能會讓你傾向於獨處，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自我保護，但也可能讓人際關係變得疏離。單身者，農曆10月是另一個潛在的桃花月，可以積極社交結識對象，但整體而言，這一年不是你的桃花年，所以心態上要平和，順其自然，將重點放在豐富個人生活和提升魅力上。有伴者，家庭氣氛依然平和，是心靈安定的來源，但若工作壓力大，要特別注意與伴侶的溝通，避免誤會積壓，給予家人更多的關懷和時間。這份溫暖的連結將是你在外打拼最強大的後盾。四、健康與心靈，關愛長輩，調整節奏。啟示：下半年忙碌的工作節奏可能會持續，健康仍需保持警惕。披麻星提示你要多關心家中長輩的身體健康，特別是慢性病與精神狀況。下半年行動指南：一、關愛長輩，定期帶家中長輩進行健康檢查，多花時間陪伴他們，這不僅是盡孝，也是化解空星影響的一種方式。二、調整步伐，壓力偏大時要學會主動調整工作節奏，合理分配時間，不要因為急於求成而透支健康。三、飲食清淡，腸胃和睡眠問題可能持續，應以清淡飲食為主，計暴飲暴食，維持身心平衡。第三章最終定論，收藏級的年度啟示捉龍者2026年對你而言是以慢求快、以靜制動的哲學之年。你擁有天解的保佑，意味住任何困難最終都能被智慧化解。你擁有8座的加持地位和名望，是水到渠成的禮物，但你必須正視浮沉帶來的心理挑戰，學會在看似平淡或停滯不前的時刻積蓄能量，校準方向。你的收藏級年度金句是：心定則事定，手常以待變。面對小人或是非，保持低調與專業，你的成就自會讓那些聲音散去。面對財富，
守住現有謹慎擴張，為未來留出安全空間。面對情感，療內在的孤單，主動經營關係，溫暖才是最大的財富。請帶住這份覺察，優雅地迎向2026年。你那潛藏的龍族力量，將在穩健的步伐中煥發出最耀眼的光芒。如果你喜歡，請點讚和訂閱，我們下次再聚。